行政院长苏贞昌早起嘛到桃园机场去看非洲地区甲武汉肺炎防疫的状况。372天前，我站在这里，第一次听柯分局长报告防检状况。当时媒体说我花标，各位请看，372天后的现在，已经有11个国家因非洲猪瘟病毒而沦陷。 只有台湾还守住，所以今天我又来了。我尽量不会让媒体拍到我什么花标。其实我只不过是说要100%检查而已。那另外，我是来鞠躬尽礼，谢谢你。 苏院长深深一鞠躬，感谢海关甲防疫人员为台湾的付出。面对武汉的肺炎入侵的威胁，苏院长嘛来强调第一线防疫的重要，讲要继续严格来把关，避免台湾爆发疫情。